第14个，菩提心如芥末火，刹那能灭诸重罪。这两句的意思来说吧，就菩提心的它的这个功德的力量形容为如芥，就是芥，这个芥是那个世界的界嘛，是不是？不是这个世界，我说一个世纪一个时段的那个劫是这个劫嘛，对不对啊？所以就是我们总有一天呢，就是整个的这个世界也是有七火易碎，能够会毁掉整个的世界的这个方面是我们前面已经讲过嘛，对不对？普贤上师言教里面那么这个最后的那个火就是芥末火劫就是那个整个的一个时间结束了，它就是没有了这个的劫，然后就是灭就是没有了，消失就是灭掉的。那个火是不是我们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火呢？就是相当就是现在温度最高的火达到几千度什么等等的。那根本就是不是一个这样的一个温度，它是完全这个世界上现在在这个世界上也可以这样讲，没有一个火的温度可以形容，就是那个芥末的这个火然后最后的那个火呢，就是非常非常非常高的温度，所以就根本就没有办法形容，任何一个东西都可以形容的，就是要我们说看到的一个火。那这样的情况下，这个火那它会所有一切过去的业力都是以一个刹那之中能够可以一一的消除的一个殊胜的功德来说了，就没有比菩提心更殊胜的那么这个部分来说呢，就从这个如菩萨行论的这个菩提心的利益品当中所讲的菩提心的它的这个功德，以及我们在讲到那个密的大圆满的时候，也是有讲到，就是我们能够可以在专注在空心的以这种的这个在心的本来的这个面目本性之中，能够可以在进入以禅定的方式进入的一刹那的时间，都能够可以圆满消除很多个大阿僧祇劫的这样的一些业障，这两个都是一个意思那我们从内心当中能够可以有菩提心的情况下，菩提心我们大悲空心都是同样的道理，所以我们没有菩提心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证悟空性。那么没有所谓的空性的这种空性的情况下，那也是不会有什么菩提心的产生。所以就是智悲商运的这个修持也是一样，没有智慧就没有不悲心，没有悲心就不会产生智慧，这两个是离不开的。所以我们就是为一切众生发一个刹那的一个菩提心，也是能够可以消除一切在从无始世来的所有严重的罪过，都能够可以最轻松的消除的方法就是菩提心。智者弥勒于善财，决心利益无限量。那么这个这么殊胜的这个功德呢，就是以这些的功德，就是相当就是又在过去在弥勒佛呢，就弥勒佛就是他讲述给善财童子这个方面来说到就是有很多个形容，然后就是有230个形容，就是菩提心的这里殊胜那里殊胜，就相当就是湛然者菩提心是一切佛法的基础，一切佛就是无量无数的
佛，那么就是为一切众生所讲的无量无数的法的最重要的宗旨就是菩提心。所有一切的众生的一切的善的功的日日增长的，能够可以在圆满增长的，就我们种地的这个田地一样，我们种地的这个叫田嘛，对不对？那个地叫田嘛，就像那个种福的福田一样。然后这个一切世界轮回当中的一切善的，能够可以在稳固的一个基础来说到去形容，可以它是形容为大地一样，然后保护一切一切菩萨指父亲一样，就像父亲一样，然后就断除一切穷的因的，就像财宝天王一样，圆满一切心愿之就像如意宝王一样的。那么就是实现一切心愿能够可以获得圆满的，就像一个圆满具一切财一切福的宝瓶一样的，消除一切烦恼之眼地。所谓的眼地就是烦恼，就是烦恼呢，这个眼地不在外，就在自己的内心当中的。因为过去所造的一切业力带来的一切烦恼，就是我们的眼地一样。那么就是消除这些眼地的，就像这个我们在那个过去打仗的时候用的叫那个，这叫什么端嘛，就是弓的那个，不是刀也不是剑，就是这拿着这样的，这叫什么？矛，对，就像毛一样的，等等等等，就是有许多各种各样的形容，就像前面所讲的，一切善能够可以不断的增长的，而且一切善的来源然后就保护菩萨者是什么意思呢？保护一切菩萨者，就是因为菩萨是什么？菩萨不是以一种外表的形容，就他就是菩萨，他永远是菩萨，不是这样的。菩萨是什么？菩萨是主要是内心有菩提心，把菩提心从内心产生了菩提心的时候，他就是菩萨。所以呢，他永远有菩提心的情况下，就是永远都是菩萨。就像观音菩萨当初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后来他就是成就了菩萨果位，有继续为一切众生发菩提心，他永远就是菩萨。所以能够可以保护一个菩萨的延续的一切菩萨的延续的菩萨的这样的一个过程的，就是如同一个父亲保护自己的小孩一样。那么这个父亲呢，形容为菩提心，菩提心形容为父亲，也这样去看。所以这几个形容呢，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那我们这样的一个菩萨的过程当中，能够可以修持的过程当中呢，就是最严重的，对于我们最不利的是眼地，我们最严重的眼地是烦恼。消除一切烦恼，就像兵器魔一样，什么毛一样的，就是可以这样的形容，它就可以消除眼地，消除敌人嘛，就是这样，就是可以消除所有的烦恼的那么这以上呢，就是讲到的就是菩提心的终的利益。菩提心的终的利益是什么呢？就是菩提心分为两种的话，那么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这两种的区别。那么这以上讲的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两种的合集的这个功德，没有分说愿菩提心是什么功德，行菩提心是什么功德，这是一个合集的中的菩提心的一切功德。所谓的菩提心你
这个愿菩提心也好啊，行菩提心也好，都有这么殊胜的功德。然后接下来呢，就是会讲到就是有分别于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这样的一个区分。现在第15个啊，略是菩提心，当知有2种，愿求菩提心，具行菩提心啊。那么菩提心是有2种啊，2种呢，就是在怎么说呢？当知有2种，2种就是一个是愿菩提心，另一个是行菩提心。那我们就是以上呢，就是圆满了，就是菩提心的中的，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的两指的，相当于就是2个一起的，就是中的这个功德。那么接下来就是有第12个呢，就是愿菩提心跟行菩提心。那么这个菩提心是在最简单的讲的话，就是菩提心是有2种，一个是愿菩提心，一个是行菩提心。那么在愿菩提心的方面来说的，我们任何一个人想要为一切众生修行，就是为一切众生发心，那么我们在这样的一个有想要修的一个心，就是可以叫做愿菩提心。然后这行菩提心来说，真正的可以在修持圆满的一个这个尽心真正的菩提心的方面，就是行菩提心。那我们今天就这里就圆满了，然后接着呢就在8页份再讲，好不好？好。那我们讲多少是并不重要，最重要呢就是修跟学这2个一起是比较重要的，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今天的这个课也是一样的，回去以后你们也一样的好好的看了以后呢，就是好好的去想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好不好就思维是非常重要，没有思维的情况下，听闻佛法也没有太大的功德，听懂了也没有太大的功德，没有去用，没有去实用的情况下，所以呢，我们就目前在知道从我们这个普贤上师言教的华心的时候所讲的，到现在也是一直都是讲的都是菩提心。那么菩提心2个字讲起来就比较简单，就是菩提心，它不是要为一切众生发心而已嘛，这样去讲。但是这个有很多的道理，很多的这个形容，很多的比较，这些都是这么多的上师善知识嘛，把这些他们著作的书本里面，那都是那么重视，而且是那么重要的原因是有很多的道理。那原因就是所有的这些当初这个瓜智仁波切著作普贤上师言教那本书也好，那么在吉天菩萨著作这个入行论也好，都是根据佛法根据佛陀的教法而来的，这根据都是佛经而来的。所以呢，就是佛陀让我们知道菩提心的重要性，让我们知道要学菩提心，修菩提心，愿菩提心，行菩提心，以这样的一个过程来说，这也可以说是整个一个修持的一个佛教徒的一个修持的过程，就是一个大乘佛教徒的。所以大家这个方面来说到，一定要知道，现在我们呢就是正在学习菩提心的一个过程，所以大家一定要知道，这种的机会不是说经常会存在的。那很多人来说到，就是可能一生当中都是没有打开过《入菩萨行论》的那本书。如果是开过的情况下，也是这些都念过去，然后想有没有再坐下来真正的想过，这是一个大的问题。所以就是有念过，但没有用，一定要好好的去想。四句词的内容就是反复的想，不懂的地方不要看它的解释的方面，然后主要是内文是四句词比较简单，光是内文的一个皮毛上能够可以再了解一点点来说的，又并不难但是呢，真正的它的
道理，你可以在推理可以推理的情况下，那就是会有帮助的啊。所以大家一定要努力的看，因为这个接下来我们就有好几个礼拜都要听课嘛，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过程，这个过程当中呢，大家就是要自己做功课，好好的学，好不好？好。好。自尊自恋着扛着